喺抗日戰爭嘅期間，香港有好多英勇烈士保家衛國、無私奉獻。今日就等我嚟到烏蛟騰呢度，帶大家一齊探索一下歷史嘅痕跡啦。今日我哋遊覽嘅係其中一段沙頭角抗戰文物徑，由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出發，行大約10分鐘，我哋就嚟到烏蛟騰村入面一個重要嘅抗戰遺址。嗱，呢一個呢，就係喺抗日時期民運人員喺烏蛟騰村嘅聚腳地啦。呢一間屋係港九大隊嘅交通站，上層係游擊隊進行嘅活動地方，而下層就係村民開辦嘅合作社。雖然呢間屋已經荒廢咗，但係我哋仍然可以窺探到內部嘅結構。跟住我哋沿住山路繼續前行，嚟到九擔租村。喺村民嘅協助之下，揾到另一個抗戰遺址。喺抗戰時期，港九大隊喺九擔租村內設立交通站同稅站，而呢一度嘅交通站站長符志光就喺1943年嘅33事件中壯烈犧牲。今年係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，希望大家透過紀念呢一段嘅歷史，珍惜當下得來不易嘅和平。